多谢玉萍来关心卫福部的消息。卫福部霸凌案件的争议继续在谈，进程包括保护师姓林的检验的时间，邓教授一个姓王的专委霸凌案件成立被记过调职，验过立委发言讲，这个人被调到同款被指控涉嫌霸凌一个姓刘的主任秘书的所在地秘书室。讲监视这将要派人拢扣做伙，针对这点，卫福部长呢邱泰源强调讲，两人业务办公的所在绝对无伫主任秘书室。还没开始，要来做。男士霸凌健身就是爱跳舞，还过被要求当人爱侵渠。卫福部邓教授姓赵的署长被人检举讲涉嫌霸凌，最后这个霸凌案无成立，今麦又有新的事情被公开。伊伫调查期间要求当人爱讲无霸凌。这个运动有一个风气，大家一起做。后续如果有被调查的时候，你们还是要支持司长哈。即使不支持这个活动，也不代表这个活动是在霸凌同仁。在上礼拜6已经跟李次已经跟大家说明，已经调查报告已经有包括那部分了。那进行确定的3件霸凌案被处罚的公务人员去对位，这嘛是一个大问题。有立委就讲，其中保护师姓林的时产，甲邓教授姓王的专委事件成立后被记过调离现职，即马被调到主任秘书室。这个主管就是进前嘛捌被指控牵涉霸凌的姓刘的主任秘书。他们现在的办公室绝对不是在主秘室，也没有在主秘室办公。那因为集中管理是不是分机上面在归列的时候没有归列好？哦，这个部分我们会做澄清。办公室的区域是在别的单位的刚好的一个这是。我在这边跟大家保证，怀疑邱部长完全没有掌握状况啊！明明就是员工告诉我哈，这些已经被认定是霸凌者哈，全部调到主计室去了，主秘室去了。这个报告品质啊，我觉得你下100字台哈都不够弥补内容哈，漏洞百出了哈，完全是官官相护。卫福部嘛，赶紧发新闻稿解说讲，这是分机的号码写唔对去，造成误会，今麦已经咧修正啊。有关调查报告，邱泰源强调讲，是为了稳输才无对外公开，像这款讲法，敢会当平息这摆霸凌风波，就看外界敢有认同。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